高雄寿山大门园最近接到几落件猫头鸟救援的案件，其中有一只是救护车弄到伤19长期，这兽医是替伊开刀钉钉啊。目前这只猫头鸟逐工拢爱复健，等候伊健康才会当野护。记得我35，有135，会死。趁猫头鸟麻醉的时，兽医师替伊倒病的食骨检查做复健。这只猫头鸟是3月时，互人送来动物园，因为伊互车弄到伤，食骨骨折，看起来真严重。做了手术，就是用钉子把它的骨头串成比较正确的位置，这样子。然后目前的愈合状况是还 OK， 它还有骨片没有完全愈合，但是钉子目前是拔掉了，然后有在做外固定，然后还有在定期的做复健。最近来到动物园的，阁有这只落地游座的猫头鸟，另外有一个伙仔住伫学校地下室。鸟妈妈带2只鸟仔囝，嘛互人送来遮照顾2个月。因甲另外一只鸟仔囝拢总4只，已经顺利放线。就这3只幼鸟的羽毛都换成大的飞羽，然后羽毛几乎毛色就是绒羽都掉光了，然后已经可以飞行。兽医师表示，保育类的猫头鸟这几档需要救援的数量袂少，可能是秋冬变少，致使猫头鸟离人愈来愈近。即马又阁是真侪鸟仔囝当咧学飞，呼吁民众，若是发现路边有鸟仔囝，上好甲留伫现场。记者邓亚文、赖维做高雄报道。